敬拜上帝，即是咱要做伙来祈祷，咱求上帝伫礼拜前安静咱的心，互咱今仔日会当领受对上帝来的信息，也恳求上帝保守，也未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。所以即是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，咱安静咱的心。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我要搁一摆来到你的是阮宝座前，主因为你的疼，互阮会当诚做你的囝儿，来到你的面前。主伫主日的早起，阮用欢喜的心来遮敬拜你。主啊，特别今仔日，阮要中间礼拜中间有人要洗礼。主啊，阮欢喜看到上帝，你得到搁较侪人的灵魂。主，阮要伫遮做伙来欢喜。主也恳求你的信心，即时临在伫阮的中间，互阮陪伴阮家己的心。主啊，特别伫圣诞节期的中间，主你帮助阮，互阮陪伴阮家己，来迎接你进入阮的心中，诚做阮的主、阮的王来掌管阮伫新的一年中间，会当互主你来欢喜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即时礼拜前，阮将家己摆列。也求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，通过礼拜会当甲你相拄。也恳求你的信心保守今仔日所有服侍的同工，无论阮担任什么款的职分，祝福阮做伙伫你的面前，互信心感动，将所有的人拢带到上帝你的面前来。主啊，你亲自来看见你的百姓，你亲自来感动你的百姓。主啊，我们将阮礼拜的时间交伫你的手，求你赐福带领阮。主啊，阮搁一摆陪伴阮家己来迎接你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你着主唱新的歌，全地拢着上主唱歌，着上主唱歌，学乐伊的名，日日传播伊的救恩。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，伫万民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作为。因为上主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学乐。伊伫正神明的顶面，应该受敬畏。咱只是做伙来吟诗、圣诗201首，救主听堂的声，救主听堂的声，请咱起立来吟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万关灵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也会通伫你的骹下敬拜阿罗你。感谢你伫2000年前道成肉体，为着拯救阮遮的罪人的罪，用你的宝血遮砍阮的罪。你也教阮爱彼此相疼，你会安怎疼阮，阮也爱安怎疼相疼。安尼，世间人就要认出阮是你的学生。今仔日，我们要欢迎所有
找求救恩的人来亲近你，艰难劳苦背重担的人，伫你的圣殿内得到救恩，得到自由。感谢你，互阮即群有罪的人聚集做伙，用心灵诚实唱歌，学乐你。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。毋望软弱的甲勇壮的拢学乐你。阮也要开阮的心门，敬拜顺服你，互阮伫主基督耶稣的疼中得到完全，互软正的得到医治，善向的得到富足。愿你家己做王，建立即间教会。感谢你，伫过去81周年的时，阮拄着也看到真侪阮信仰的前辈，因好的脚热，因水的见证。阮也以爱继续伫阮这个大家庭，充满你的善良、主爱、信实，互阮成做你的器具，通甲人分享新的生命。恳求你使阮乐意的灵，激励阮、透放阮、扶持阮，互阮活出耶稣基督的疼甲丰盛。原知阮的祈祷无完全，感谢你，也有安尼教阮祈祷。即时咱来启用，咱今日要启用的是伫圣诗落尾19页，是第13篇，伫圣诗的上落尾19页。我来启，咱大家来用。上帝啊，照你的主爱怜悯我。将我的罪恶已经洗除，因为阮家己知我的过失，阮所犯着的，就是得罪你若定。第九，你讲话的时，显明做义。我是伫罪恶中生的，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。求你用牛切草洗我，求你洗我，求你甲我得到听起欢喜快乐的声，求你黄你的面，无看我的罪。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，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，
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喙唇，因为你无爱祭物，若爱我就要献。上帝所爱的祭，就是忧伤的神。咱即时要来读使徒圣经，咱起立来读。者，即时宪歌队要来带咱学老，因要吟的诗是要大声求上帝的国。我大声求上帝的国。
哈利路亚！水的歌声荣光归伫上帝。咱只是要来恭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哥林多前书8章第1到13节。哥林多前书8章第1节到13节。现代译本伫261页，和合本伫193页。我要用现代台语译本来读。哥林多前书8章第1节到13节。关系做过偶像的物，咱知咱拢有知识。知识会互人骄傲，毋过疼心会造就人。人想讲伊有知识，其实伊也毋知，伊应该知的。疼上帝的人就是上帝捌的人，所以关系这做过偶像的物，咱知世间的偶像拢毋是真的。咱嘛知上帝只有一个，以外无别个。虽然伫天顶，也是伫地上，有互人叫做神明的，亲像有真济神，也是主。毋过，咱只有一个上帝，就是天父，万物拢是伊创造的。咱为着伊来活，咱只有一个主，耶稣基督，万物拢通过伊来创造，咱嘛通过伊存在。总是毋是逐人拢有即款知识？有人拜偶像惯势，到底食迄个物的时，要想讲是伫食偶像的物，因的良心软弱，想讲安尼就会互迄款食物目着垃圾。其实食物要互咱较接近上帝，无食无损失，食嘛无啥物利益。毋过咱着细致，毋通因为因安尼做，煞诚侪软食的人的信仰阻碍。煞若有人良心软食，看到恁这个有知识的人坐伫偶像的庙内啉食，安尼敢毋是伫鼓励良心软食的人去食做过偶像的物？迄个软食的信徒，嘛是基督替伊死的人，会因为恁的知识来灭亡。恁安尼做，是得罪恁的兄弟，也是姊妹，伤着因软食的良心。恁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，若是食物，互我的兄弟也是姊妹的信仰受阻碍，我绝对毋食做过偶像的物，才袂互因伫信仰上受阻碍。咱圣经读到这，今仔日咱的四小莲牧师要来为咱开帖圣经的话。伊今仔日要讲的信息是属灵的儿女第9讲自由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4主日，愿咱陪伴咱的心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因为蔡牧师的身体欠安，需要休困，所以这礼拜由我来代替蔡牧师来讲以下的讲道篇，互属灵的囝儿这个系列会当真完整来做结束。当然，今仔日的讲道也有加上我个人所领受的感动甲经验。在领受上帝唯一进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
是阮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主日早起，互阮会当来领受你的话语。阮求信心亲自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互阮会当得到帮助。主啊，只是我嘛特别为着阮的蔡主任牧师交托仰望伫你的手，阮求你医治的心，甲伊做伙，祝互伊紧紧得到医治，健康起来，转到阮的中间，带领阮做伙敬拜，甲服侍你。主，阮要将我以下的时间交伫你的手，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过去蔡牧师有甲大家分享过，哥林多教会是一间真有温树的教会，但是哥林多教会相时也是一间有真侪问题的教会。使徒保罗伊在处理完信徒分党结派的问题了后，伊对第8章到第10章有3章的内容在处理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减通食拜过偶像的食物。基督徒减通食拜过偶像的食物。可能咱会想，减讲这个问题有这么严重吗？保罗爱用3章文字的长度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不过，只要咱详细地读这3章的圣经节，就会发现，使徒保罗伊所处理真正的问题是基督徒的自由观。基督徒的自由观。当年12月初10是联合国所定的国际人权日，特别伫人权意识升悬的今仔日，自由是每一个人拢在追求的目标。人人讲求徛起的自由、婚姻的自由、言论的自由、新闻的自由、学术的自由、信仰的自由等等。什么代志拢爱讲求自由。各位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？蔡牧师伊伫少年的时，伊也捌向往自由。伊捌写过一首诗，要知影诗的内容，请蔡牧师转来才甲恁讲。其中有一句，伊是讲：我互追求自由的心束缚。我互追求自由的心束缚。是啊，真侪较无自由的人，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，拢会有这款的迷惘。有时阵，愈想要得到自由，却发现其实咱拢是互家己的欲望束缚。前一阵啊，蔡牧师有机会甲台大的蔡丁贵教授在分享。长期以来，蔡教授伊拢投入伫台湾的社会运动中。伊家己讲：“我已经无道真久啊，但是我毋敢洗礼。这是因为我感觉洗礼了后会有真侪限制。即句话袂当讲，迄个动作袂当做。确实，有真侪人出去教会拢真久啊。若是问伊为什么还无爱洗礼呢？真侪人的回答就是安尼：信耶稣洗礼了后，就会有真侪限制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信仰是甲咱讲，真理会互咱得到自由。到底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啥物是基督徒的自由观？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信息。真侪第一代基督徒，因为父母还未信主，厝里幼园有拜祖先，这人可能会烦恼：假使父母爱我食迄拜过祖先的食物，我应该要安怎回应呢？是食还是莫食？这对初初信耶稣的基督徒，确实有真大的征战。我捌听过一位青年，伊信耶稣了后，伊厝里的人也真尊重伊的信仰，妈妈阁真疼伊，惊伊无爱食拜过祖先的食物，特别用一种方法，就是上正的拜过祖先的食物，阁煮一遍，才来互伊食。可能咱伫教会出入，
有当时有听到有基督徒甲咱讲，咱毋通进入任何的寺庙，但是咱嘛听过另外有一种讲法，惊啥物？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才是真神，无论啥物庙出入嘛拢无关系。各位，到底倒一个才对咧？咱阁要做啥物款的选择咧？简单来讲，哥林多前书咱今仔日读的经文，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。咱先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教导，爱知人的自由甲知识是袂当分开的，知识会影响着人的行为。所以，使徒保罗在教导基督徒的自由观境前，伊先教导信徒，什么是真正的知识。今仔日的圣经第一节，使徒保罗讲，论到祭偶像的物，这是和合本圣经，真明显，这是哥林多教会信徒向使徒保罗请教一个问题，就是有关基督徒是毋是会当食拜过偶像的食物？也就是讲，教会内有两派人意见，一派人认为会当，另外一派人认为安那袂使。对表面来看，使徒保罗伊捌清楚讲过，信徒袂当拜偶像。佮加上使徒行传15章28节到29节，这是记载耶路撒冷教会因的开会中有决议，禁止信徒食过拜偶像的食物。兄弟姊妹，咱来知影，伫当时伫哥林多迄个所在，伊个时代的背景，因为伫哥林多教会信徒要完全无爱甲偶像有任何的接触，好亲像是无可能的。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哥林多人因伫寺庙或者是甲偶像有关的所在食物件，这个现象是非常的普遍的。若是伊无爱参与，通讲好亲像是甲社会来隔断。第二个是，当因在拜偶像了后，因所祭拜者的祭物会分做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就会烧掉，献互所拜迄个偶像；第二个部分就是互祭司本人；第三个部分就是互祭拜者的人会当做伙伫遐啉食。其中，互祭司的肉，因为祭司无可能食会完，所以就会将食的摕去市场卖。所以伫市场要买肉的时，也有可能会买到拜过偶像的肉。当使徒保罗要处理这个问题时，伊是对哥林多教会内部开始，就是因为教会内有一群人，掠家己最有知识的，就照着家己对知识的理解来处理代志。使徒保罗为着要针对这个自以为是的信徒，伫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1节后半段，伊讲：咱掠做，咱拢有这方面的知识。这段经文中所讲的知识，是讲人捌世间只有一位真神上帝，所有的偶像是无任何的价值甲能力的。所以结论是，信徒食拜过偶像的食物是无关系的。食物也袂因为拜过偶像来受到污染。通过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节，互咱认捌真知识的内容，就是爱认捌独一真神上帝。对使徒保罗来讲，伊绝对知影，拄则咱所看《使徒行传》15章28节到29节所记载，耶路撒冷会议所颁布的命令。就是毋通食拜过偶像的食物，毋通食拜过偶像的食物。不过，因为使徒保罗的上帝观，伊清楚知影世间只有一位真神上帝，所以伊伫第6节伊讲：
对咱来讲，只有一位上帝，就是天父，万物的创造者。咱是唯一来活，而且只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万物拢照着伊来创造，咱也照着伊生存。这节圣经节，通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也是基督信仰的中心。因为这包括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只有一位上帝。这部分的经文甲咱讲有关上帝三方面的事实，也是基督信仰的基础。第一个，上帝是天顶的父，这也是耶稣基督在教导学生的时，伊讲上帝是父。所以咱拄则在用主祷文在祈祷的时，咱讲啥物？第一句，阮伫天年的父，这就表明基督信仰是一种关系，是一种关系。第二，上帝是创造主，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第三，万物拢属于伊。咱的上帝毋是创造咱了后就无伊的代志，因为上帝伊是开始，也是结束。所以咱人是对上帝来，最后嘛是要转到上帝遐。所以咱就爱知，咱的人生必须以上帝做目标，也只有努力将上帝旨意表现伫咱的生命中，咱才会当真正实现咱家己。第二，只有一位主，这部分是强调基督的工作，也强调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。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，伊甲天父是同尊同荣。耶稣基督也有份伫世界创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无论咱面对是甚物款的状况，必须爱知影这个真知识的内容。既然是真知识，就袂因为时间环境会有所改变。得到这个真知识了后，咱就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25节到26节，伊讲：市场上所卖的肉，恁拢通食，毋免为着良心的缘故问东问西，因为圣经讲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于主。各位，因为万物拢属于主上帝，所以有真知识的人就袂受到影响，咱就会当对这个世俗的禁忌中得到逃放，得到自由。所以真知识会互咱得到自由。特别咱是活伫台湾这个异教文化的处境中，要掌握真理，才袂疑神疑鬼，行东行西。真理会当对付因为无知所产生的惊吓。约翰福音第8章32节甲咱讲：恁会捌真理，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。当咱认捌真理了后，真理就会互咱对惊吓中得到自由。举一个例，有个人真惊暗，因为伫黑暗中看袂清楚，所以就会安那胡白乱想，幻想出一个可怕的怪物或者是鬼。但是当咱若是将电火拍开的时，才知影毋是安尼。各位，真理就是光，会当将毋对的事照清楚，互咱袂惊。知影这个代志了后，咱就会明白家己的软弱。后来，佫对真理有佫较了解了后，也明白所讲的鬼绝对毋是人死了后变的。人死了后会进入伫上帝的掌管中，袂变做鬼。所讲的鬼，真侪时阵拢嘛是咱家己想出来的，或者是邪神的作怪。当咱明白这个真理了后，咱就会得到逃放，无搁惊吓。实际上，
咱生命中所学习到的惊吓，有真侪拢毋是真的。当咱若是用上帝真理去挑战因的时，就亲像光一到，黑暗就会无去共款。因为咱有认捌真理，咱就会当对惊吓中来得到自由。所以咱就爱常常读上帝的话，对上帝的话中就会当得到真理、智慧，来拄去因为无知所产生的惊吓。歌罗西书第2章20节，既然恁甲基督同死，脱离了遐个宇宙的神，恁为虾米犹原甲世俗人同款生活？继续守毋通动即个，毋通食迄个，毋通摸即个，即类的禁忌呢？愿上帝帮助咱靠着真理，无搁惊吓禁忌甲迷信。当咱有真知识做基础，来面对世俗的禁忌甲迷信，无够哦，煞接就互咱做伙来看，要安怎使用自由。虽然真知识会互人对禁忌中来甲迷信中得到透放，得到自由，但是在使用自由的时，咱也是爱注意。所以保罗线接伫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7节伊讲，毋过毋是逐个人拢有即款知识，有人一向惯习拜偶像，所以直到今仔日，逐摆食即种食物，拢是感觉在食拜偶像的物。因的良心本来就软弱，搁较因为食了即款食物，感觉受到污染。因为当时有真侪外邦人，因信耶稣了后，这外邦人因原本是拜别的神明，只是当因诚做基督徒了后，因就转向侍奉甲敬拜上帝。这拄啊信主的信徒，因无可能马上就将因过去的信仰习惯完全放袂记。这也是经文中所讲的软弱的兄弟姊妹。所以，当因看到教会一定有丰富知识的基督徒，拢在庙内咧食物件的时，因为掠做食拜过偶像的食物无关系。但是，当因家己食了后，事后家己搁在受的时，心内搁感觉怪怪，好亲像家己搁转到过去，在拜偶像的时，在祭拜了后。甲大家做伙伫遐，搁食搁啉的迄个状况相款，结果信仰就安尼来失落。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9节到11节继续讲，毋过着说字，毋通因为恁运用个人的自由，互信心软弱的人犯罪。若有人伫即件代志上良心软弱，看到恁遮个知识丰富的人，伫偶像的庙内啉食，安尼兼毋是伫鼓励因食这偶像的物嘛？一个软弱的信徒，嘛是基督为着伊死的人，会因为恁的知识来灭亡。所以问题毋是伫是毋是通食拜过偶像的食物。问题是，咱的行为是毋是有造就人，或者是互人来绊倒？也就是讲，问题的重点，毋是食，也是莫食。问题的重点嘛，毋是伫即个食物，不在伫即个食物是清气的，还是无清气的。实际上，当咱食了拜过偶像的食物，并未影响上帝对咱的看法，或者是损害咱的属灵性命。相反，咱无食拜过偶像的食物，也袂叫咱搁较圣洁，搁较互上帝欢喜。所以，基督徒个人自由的表达方式，毋通只是自私，只是顾着家己的需要，
来忽略周围人的感受。10几年前，我有一摆甲一个无道友的姊妹去食火锅。当阮家己点好家己要食的了后，这位姊妹就马上掠迄个服务生甲伊交代讲：阮两人的凊彩盘拢毋好放猪血粿。我嘛加一个，各位牧师毋是爱食猪血粿，但是我是无经食，所以我知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的。只要祈祷了后，一切拢是清气。但是为着这位姊妹，我迄摆我会当卖食，我会当卖食，因为我无希望这位姊妹因为我食猪血粿来跋倒离开信仰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，咱认识的一节经文，逐项拢通做，不过毋是逐项拢有利益；逐项拢通做，不过毋是逐项事拢为帮助人。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伊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讲。所以，恁无论是食是啉，也是做啥物，拢着为着荣耀上帝来做。所以保罗借着这个机会讲，知识只会互人骄傲，只有疼心才会当造就人。保罗的意思是讲，真知识的基础必须要建立伫疼的中间。所以，就算咱的知识是完全正确的，咱无疼，教会也会蒙羞，也会分裂。相反，若是咱有疼却无知识，也会变做感情用事，因为无知来离开上帝。所以，疼甲知识是袂当分开的。保罗伊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6节后半段嘛讲，疼是只有疼真理，只有爱真理，意思就是疼甲真理是做伙欢喜的。台语圣经翻译较好啦，伊是安尼写：疼是甲真理相甲欢喜。若是用一句现代话，就是讲疼甲真理两个是麻子，常常拢爱连做伙。当疼甲真理两个结合的时，就会祝福人，佮充满欢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等到今仔日一开始的主题，基督徒的自由观。特别今仔日第2场，还佮第3场的礼拜中，有举行洗礼圣礼典。毋那今仔日新人洗礼兄弟姊妹。要通过今仔日主日的信息的教导，得到信仰的真知识，无过受到世俗的禁忌甲迷信的管辖，享受真正的自由。仰望咱在座所有的基督徒，咱也会当将一切偶像对咱的心中来除去，互咱蒙恩喜乐活伫上帝光明中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守护自由意识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会当常常读你的话，明白你的心意。祝福阮所做的选择，会当伫你的真理的中间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主，恳求你的信心亲自引带带领阮。互阮来领受这个真自由，伫阮的生命中，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刷咧来吟圣诗317首，你若欠缺真希望。317首，你若欠缺真希望，请咱起立来吟。
请坐，咱用奉献接续咱的敬拜。
起立，咱做伙来祈祷。耶和华以路的主，愿知逐项拢是你赏赐，感谢你供应阮生活一切，求你帮助阮做有知识、伫你钱财的好管家，荣光主的名，无互阮的善向，以免摕无义的物件，互主的名无光彩，满足阮生活所需要。但愿不愿意摕出担保最圣工的路用，求你接纳，恳求你，互阮看起你所做的新业，丰丰富富的帮助每一个正人的需要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我靠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接续今仔日，咱有圣礼典。咱即时要举行圣礼典，写亲人洗礼、敬信礼的兄弟会当来到头前吼。咱即个新灵洗礼有5位，吼，有2位姊妹李秀美、陈丽依，有4位4位的兄弟，4位的兄弟，有陈仁春、蔡坤昭、古秀伟、李旭才，啊，还有2位的兄弟要受敬信礼，吼，杨丽跟苏家和，吼，好。即时请咱来听主的话。第5旬节，彼得传福音的时，对听伊的人有讲：恁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交互恁的罪赦免，搁要受信心的手术，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拢总远远的人，就是记拿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人。另外，今仔日恁要伫遮来行洗礼的兄弟，请恁注意听，亲像彼得迄时叫人反悔信耶稣，搁受洗礼，但我也要安尼对恁讲，恁着亲信，恁若有真实反悔，告别恁的信仰，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，即个圣礼典就要加做恁的罪，得到清气的记号甲印证，搁表明对信心得到顶头死来结连伫基督。当恁要洗礼，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，来应答我所要问恁的，也包括敬信礼的兄弟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惠师无？恁有真实反悔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？恁有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路，信正道的本分，恁有决意要安尼行无？即时，请咱大家起立。来，
咱请请秀梅姐来这。李秀梅，我用水甲你加洗礼，奉爸囝信心的名，互你归伫上帝。阿门。但下伊，我用水甲你加洗礼，互你归伫圣爸、圣囝信心的名，诚做进入上帝国。古小话，我用水甲你加洗礼，互你归伫圣爸、圣囝信心的名。阿门。李旭才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圣爸、圣囝信心上帝的名。阿门。好，来可以回位置。陈仁春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圣爸、圣囝信心上帝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蔡坤昭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圣爸、圣囝信心上帝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好，可以了。完平的上帝，家己甲恁一情诚性，佮愿恁的神、甲魂以及身体，伫主上帝耶稣基督过来时，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恁已经告白恁的信仰来洗礼，我靠教会头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上联小会官兵，接纳恁做陪产的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，甲生育的稳定。阿门。请坐，咱即时做伙来祈祷。你们还没？会有会众请坐，好，其他的还要等一下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全能慈悲的上帝，阮感谢你遮尔啊大的恩典，用这个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囝儿进入你的教会，愿你祝福因，用你的信心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，也用恩典修饰因，互因个人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。永远伫你的内面，主啊，当因若拄着试探的时，求你保护因，当互因有精神信仰好的精神。愿你的快乐扶持因的软弱，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。主啊，恳求你特别保守因，一世人拢会当来服侍你。阮的主上帝，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即个圣礼典了后，会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，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离开你的道路，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。求你互阮会完全反悔，带阮转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互阮对答了后，会当做你真中的奴仆。求主你来恩待，来引带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即时要请教会小会员。好，来代表教会来接纳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
甲建心礼兄弟姊妹向后转。好，咱即摆要来介绍咱因的家处理的人吼。咱对秀梅姐，吼，来，咱对秀梅姐、李秀梅姐妹的家人有伫遮无？伊处理的人，吼，请起立，吼，咱欢迎吼，也恭喜吼，请坐。好，接着是陈丽一的姐妹，哈，丽的姐妹，好，伫遮，好，咱欢迎吼，也谢谢哈，恭喜，好，来煞接，咱要来介绍是。古秀伟，好，秀伟兄，伊的处理的人，好，好，请坐。煞接是李旭才兄弟，好，好，在伫遮，好，咱欢迎恭喜。好，好，煞接是陈仁春兄弟，伊处理的人，哈，家人请站起来，哈，恭喜哈，大欢喜，好。啊，搁有咱的蔡坤昭兄弟，伊处理的人吼，好，咱欢迎伫头顶吼，欢迎吼，好，然后搁有即届有2位的建信礼吼，第一位是杨丽弟兄，咱请伊的处理的人起立，吼，欢迎，好，请坐，啊，搁有咱的苏家和兄弟吼，伊处理的人请起立。好，处理的人请起立。好，好，请坐。好，好，可以回座位了。好，愿上帝祝福伊。这时咱要来举行小儿洗礼。吼，咱请家长会当引带细囝来到头前。咱今仔日小朋友有5位小朋友要来做小儿洗礼，有朱月宁小朋友。阮诗云小朋友、阮诗瑜小朋友、陈雅杰小朋友、阿哥有郭彦祥小朋友。好，咱请这家长出来哈。好。好，来，所有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。伫马可福音有记载，有人带细囝来招近耶稣，要互伊摸。学生即边因，耶稣看见安尼，就无欢喜，甲学生讲：让阮细囝招近我，无得禁因，因为上帝国是即号的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。既若心接上帝国，无亲像细囝的，决断袂得入去，就抱因，甲因划手，祝福因。请爸母注意听，虽然咱的细囝只是还无明白这的事，耶稣所应允的也归伫因。因的稳定，因是稳定的约的后裔。上帝用洗礼来引带因来做上帝赐年的囝儿，互因归伫基督，来做伊的百姓。所以，伫为今仔日要洗礼、小儿要洗礼，爸母，请恁来应答我的话。恁的细囝要受洗礼，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，恁来替因做信仰的告别。伫到因长大以后，会当做建信礼。吼，这是我要来问，请恁来应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？恁着挖靠上帝所授予的困难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因恁的细囝，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。所下伫上帝教会的法度，恁有要安尼行无？愿主祝福恁，甲恁的细囝，帮助恁受即个约。即时会众请起立。你不是要先给我？好，来，朱月宁。
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上帝的名。好，可以。来，小孩，他的名字，好，思雨，阮思雨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上帝的名。阿门。思云，阮思云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上帝的名。阿门。来，雅洁，陈雅洁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上帝的名。阿门。燕翔，郭燕翔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上帝的名。阿门。好，可以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才会细囝受接纳伫上帝教会做还未配产的会员，有份伫生育的恩典。大家的细囝的父母甲亲友，恁亲自来做证，也要三角分担照顾的责任，来培养因的信仰，直到因领受虔信礼。会中请坐。咱即时做伙来祈祷。全能永远伫地主上帝，愿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的细囝，因带因的身躯甲灵魂，互因的智慧甲智慧那加体，上帝甲人就那疼因。愿求你将恩典丰丰富富赏赐互因，因带因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，救因脱离少年的引诱。直到因成人的时，会当家己来告别因的信仰，阁会当坚持到落尾。主上帝，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也捌伫世间有家庭的生活，求你祝福这个细子的家庭，求你赏赐因的父母，甲囡仔要照顾因的人，拢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这个细子，通伫你的疼的内面来成长。求主赐福，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嘛是要请小会员来代表教会来接纳这个细仔，跟父母握手。上帝祝福，上帝祝福你们，上帝祝福你们。好，上帝祝福，上帝祝福。送给你，来，上帝祝福。姐姐的，来，姐姐，这个是给你的哦，拿着。哦，谢谢。来，这是弟弟的。来，这是雅洁的。
哥哥有一本了哈。来，燕翔，这是宝贝的。好，这时候咱请说咧，才会家长咱向后转，要介绍恁处理的人。吼，咱先介绍朱月妮小朋友处理的人吼，会当起立。好，好，请坐。咱即马要介绍是阮诗云甲诗雨小朋友因处理的人，吼。好，请坐。咱要介绍陈雅洁小朋友的处理的人，吼。好，来，好，咱阁要介绍郭彦祥小朋友的处理的人，吼。好，伫遮，好，来欢迎，吼。好，愿上帝祝福遮个细囝甲家庭，也毋茫大家常常为着遮个细囝甲家庭来祈祷。是大港节第4主日，咱点的蜡烛是粉红仔色的，代表仁爱，互咱用认罪悔改的心，充满感恩甲疼来迎接主耶稣基督的诞生。搁一个是本会会友陈锡比长老娘吴扁姊妹伫10月初7伫洛杉矶的家中安息主怀，愿上帝安慰伊的遗族。咱的平安夜圣诞乐音乐会伫12月24，就是咱即个礼拜拜六下暗时7点。伫咱的10楼的礼拜厅，吼，咱节目足丰富的哦，有咱的管弦乐团，阁有吕国音的独唱、管风琴、四手甲4支卡的连弹，阁有这东莞五中奏，吼，阁有双联的儿童合唱团的音乐剧的演出。甲平安夜大合唱，咱欢迎咱的兄弟姊妹，甲你的亲好朋友，也是无道友，拢做伙来欣赏咱这个音乐圣诞的音乐宴谢，互咱得到真正的平安。过来就是咱的12月25下礼拜日上午10点半。咱伫咱10楼的礼拜堂有咱的圣诞赞美礼拜，欢迎咱的兄弟姊妹，嘛邀请你的亲朋好友、无道友做伙来敬拜，享受主的疼。12月31就是下礼拜六下暗时7点半到8点半，嘛是伫咱的10楼吼，咱要岁末感恩的祈祷会，咱欢迎咱的会友踊跃参加。咱伫遮吼，咱的跨年下礼拜祈祷会吼。过来就是一项最重要的代志吼，就是咱的外口有咱2023年的读经的进度表伫外口，咱会当拢去刻吼。伫遐，咱家己刻，咱会当逐日拢会当用上帝的话来激励咱。所以，咱请牧师来介绍新的朋友甲补充的报告。我先补充报告吼，就是咱的社会福利园区，咱有基金会有特别为着过年的时，会当为着较弱势的家庭，为因来举办真好食的除夕夜年菜吼，
一份是1200块，不过无限金额。希望大家会当为着遮个需要的家庭来奉献，吼，咱会当找咱的美宣干事，或者是打电话到基金会来问，吼，咱就无拢有写。好，这时我要来代表咱的教会来欢迎新朋友。第一对是夫妇，吼，简英彬加杨启泰夫妇，伊坐伫倒位？伫遮还佫厝里的人，吼，咱欢迎，吼。伊是对美国纽约转来的，吼，嘛是咱的邱文慧老师的亲戚，吼，咱欢迎车姐，吼。啊，佫有一对夫妇嘛是方荣通、赵丽华夫妇，吼，坐伫后壁，吼，咱欢迎伊，吼，新妇特别对美国转来，要带因来到咱的教会，吼，咱欢迎伊会当加入咱的教会，吼，请坐，车姐。啊，佫有一对今仔拢是夫妇，吼。张君雪甲李胜荣夫妇是咱的李雅玲姊妹的朋友，吼，坐伫遮，吼，咱欢迎，吼，好，车姐，毋知还佫有第一届来做礼拜，我无写着留名卡，甲你介绍无？无吼，好，咱等下咱的新朋友，等下咱有接待同工会当接待咱，所以等下礼拜煞，吼，车会当到伫咱的贵宾室，好。报告一下。咱做伙来吟煞尾辩的诗，神圣诗399首，愿主上帝大仁爱；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。咱即时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领领受真知识，转到恁的生活中，因光主的名利益人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疼叹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三角地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且坐，密道声温，强受切恳。